好，咁唔好拉條線啦，跌咗落嚟。好，今日我哋講胃啦。胃係用嚟做咩㗎？消化咯。咁點解胃係可以消化啲乜嘢啊？連粒貼針都可以消化喎，你咪講喎。係有咁講過，我都係睇科學書講翻。咁你有冇諗過胃點解佢唔可以自己消化自己呢？係咪啊？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冇。胃佢可以消化咁多肉啊、食物啊，係咪啊？點解個胃唔可以自己消化到自己咧？好啦，我哋睇一睇啦嚇。一天，喂，佢個課題係咩啊？佢嗰個題目就係胃怎麼不會消化自己咯。一天，一粒西瓜子與一粒玉米相遇，玉米高興地同西瓜子打個招呼，問：喂，聽人類的胃把吃掉的食物集中起來進行消化，食物一般要在胃中停留3至4個小時。真㗎？係啊，喺個胃度留3至4個鐘頭。在這個期間，胃每隔20秒就蠕動一次，胃每20秒就喐一喐嘅，把食物和胃液攪拌在一起。食物同胃液，胃液係咩啊？即係胃酸咯，使食物被充分消化。喂，你說這胃怎麼就不把自己給消化掉呢？唉，真係有啲諗唔通。西瓜子想了想說：我曾到胃裏遊覽過，幸虧靠着我這個特殊的外殼，才沒被消化掉。我給你講講我的所見所聞吧。西瓜子佢話佢只去過胃，因為佢嘅特殊嘅外殼就冇被消化，所以佢就可以講到佢喺胃裡面嘅所見所聞啦。西瓜子到胃後發現胃裡有很多黏液，經過打聽，西瓜子知道了這些液體叫做胃液，即係我哋叫胃酸啦。它是由很多種物質混合而成的。首先，胃液中含有可以消化蛋白質的胃蛋白酶。都幾深刻。胃蛋白酶的作用就是把食物中含有的蛋白質分解為較小的一個個小塊，人們把它叫多肽。得啊！呢個係一個簡體字嚟嘅。邊度啊？一個月字邊，一個太陽個太，多肽應該係咁讀。燈。胃液中還含有鹽酸，那可是種很厲害、危險的東西。它能夠灼傷皮膚。哇！原來胃裡面有一個叫做鹽酸，可以嚟整親嘅皮膚喎。原來可以。鹽酸在胃中主要是為了殺死食物中的細菌。鹽酸攞嚟殺細菌喺胃裡面。聽到這裡，玉米粒就開始替胃擔心了。玉米就開始替胃擔心。那麼厲害的鹽酸在胃裡，胃哪能受得了啊？西瓜子瞪了玉米粒一眼，望咗佢一眼。玉米粒吐舌頭，即係伸咗條脷出嚟啦。講緊閉上了嘴巴，繼續聽西瓜子說：原來胃中有一種
可以保護胃不受鹽酸和胃蛋白酶損傷的物質，叫做胃黏液。胃液咯咪就係。胃黏液唔係，胃液係好多嘢混合成嘅，胃黏液係另一樣嘢嚟嘅。胃黏液緊緊覆蓋在胃的內壁上，使胃酸和胃蛋白酶所消化的食物都無法和胃壁直接接觸。呢個胃黏液就令到嗰啲胃酸啊、胃蛋白啊所消化咗嘅食物係掂唔到你個胃壁，這樣就阻止了胃酸及胃中消化液對胃的腐蝕了。並且很神奇的是，胃液在一般情況下是沒有的，只有在有食物進入到胃之中，胃才開始分泌胃液。即係一般嚟講，胃係唔會自己有胃液嘅，要有食物落到肚先會有胃液，然後把已經消化過的食物一點一點慢慢地送進小腸裏去。玉米粒吃驚地張大了嘴巴，半天都合不攏即係合埋。他實在太佩服胃了。係啦，咁樣呢，好簡單，有幾個重點啦。呢個就胃裡面有胃液啦，胃液有好多係啊。講完㗎啦。胃液裡面嘅液體呢，有好多種物質混合而成嘅，有消化蛋白質嘅胃蛋白酶啦，得唔得啊？胃蛋白酶同埋有鹽酸啦，呢兩樣嘢好犀利。咁佢點解唔可以自己消化自己呢？因為有胃黏液，所以佢唔會自己消化自己，明唔明白？咁一般嚟講呢，胃唔會自己產生胃液住嘅，你係要有食物佢先會產生胃液，得唔得？咁樣呢，嗰個胃黏液呢，就將啲胃液裡面嗰啲胃蛋白酶同埋胃酸裡面分隔咗嗰啲食物係分隔咗，唔會俾佢接觸到個胃壁，所以就唔會整親個胃嘅。咁啊，消化完之後佢就送去小腸度啦，就係咁樣嘅啫。咁大腸呢？好啦，講多個啦，反正仲有時間。好啦，身體內的大事。龍龍發燒，住進了附近的醫院。他發現醫生每天都拿着那個叫聽診器的儀器放在自己胸口前。一次醫生又來給他看病，他請求醫生讓自己也聽一下。醫生笑了，然後把聽診器放在了龍龍的耳朵上。卜篤卜篤，龍龍問：那是什麼？是我的心臟在跳動嗎？醫生笑着摸了摸龍龍的頭說：是啊，這就是你的心臟在跳動。如果不帶聽診器，聽到的跳動聲音不是很大，跳動的感覺也只有你自己才能感受到。不信，你用手摸摸自己的胸口看。爸爸胸口喺邊啊？呢度咯，個胸。龍龍摸了摸說：叔叔，我感覺到了。爸爸，但我感覺唔到，我係平時咧跑得快啲。呢度啊！我係平時跑得快之後先感覺到自己心跳快。嗰啲你心跳加速嘛，嗰啲你更加會感覺到啦。醫生又告訴龍龍說：心臟的長度大約有12厘米。哇！重量也只有250至300克。一個杯咁重啊！實在算不上大塊頭啊！有大塊頭，即係嗰個體積好大啦嚇。有大塊頭，呢啲係內地嘅字嚟。大小和我們的拳頭差不多吧。
心臟全部的職能就是讓血液在我們全身不停地流動。塊頭不算大，又塊頭，即係個體積不算大，職能不算多，職能即係佢嘅但係如果插中個心會好死，會死得多。係啊，即刻死啊！但心臟確實是我們身體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如果心臟停止跳動，死啦！生命就停止了。係啦，醫生還告訴龍龍，心臟雖然只有拳頭般大小，但它的力氣可很大。如果把心臟一天的工作量加在一起的話，一顆小小的心臟的力氣可以把一輛小汽車拉到20米的高處的力量相當。點樣計呢？即係一日加起嚟心臟嘅工作量咪力氣啊，可以拉喐一架小汽車20米，仲要向高處拉添。我咁拉都拉唔喐喎。好，如果把一顆心臟一生的工作量加在一起，據說就是和把一個重30噸的物體運到世界最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工作量一樣。哇！有冇咁誇張？佢係話揾咩話？我講多次呢句啦。如果一顆心臟一生的工作量加在一起，據說就和把一個30噸的物體運到世界最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工作量一樣。係啦。好啦，心臟。爸爸係咪珠穆爾雅峰啊？珠穆朗瑪。珠穆朗瑪峰啊。係啦，喜馬拉雅山裏面最高嗰個山峰就珠穆朗瑪峰。心臟咧有咩嘢講咧？心臟咧同個拳頭差唔多大啦，長度大約12厘米啦，重量250至300克啦。冇咗佢就死緊㗎啦。咁咧，佢主要嘅工作就係將啲血液喺身體度循環，泵嚟泵去。係啦，咁就冇咩特別大嘢，冇咩特別嘢講呢個關於。好啦，咁就冇咩啦。你話跑完步，你嗰個心跳加速，你係咁喘氣，好似隻狗，冇喘氣喎。好似隻狗咁樣嗰啲。但我冇喘氣喎。唔知你啦，總之心跳加速，你梗係容易感受到啦。你平時嘅你冇事冇幹，你太多嘢，你周圍咁多嘢啊，你都唔會有集中去諗下個心跳啊，或者感應下心跳啦。你唔係攞隻手擺喺個心裏面嘅話咧，都唔會感受到卜卜咁樣啦。有少少感受到啊。咁你擺喺度梗係感受到啦。好似有少少頂住隻手咁啊，頂啦。咁啊，今日又講咗胃，又講咗心臟。好啦，咁啊，下次再講埋其他。真係感受到啊！而家真係感受到。好啦，咁啊，瞓覺啦，感受到啦。咁去屙個尿先。